嗱，屬馬嘅生肖朋友咧，今年咧就叫做太歲啦，犯太歲喎。正所謂咧，太歲當頭坐，無福必有禍嘅。太歲咧，今年嚟講咧，會容易有啲不順嘅情況啦，亦都容易病嘅。今年咧，宜靜就不宜動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今年裏邊咧，亦都咧建議大家咧做事又唔好太過高風險嘅玩意咧，我就建議大家都唔好做啦。嗱，同埋今年咧容易有血光之災嘅，而且生理上面咧都容易有啲舊毛病嘅復發嘅喎。咁啊，其實今年裏邊咧，建議大家咧可以做嘅投資咧，只可以一啲長遠嘅投資啦，小心身體啦，係啦。記住啦，每樣嘢我哋而家做緊嘅咧，盡量唔好改變佢。同埋今年咧，建議大家咧去做一啲驗身啊、抽血嘅情況嘅。嗱，處事亦都要相對地咧，會低調少少。做説話、做人、做事咧，都唔好去得太過過分咧。咁樣平平安安就可以度過今年㗎啦。嗱，羊年嘅朋友仔咧，我就恭喜你啦，因為今年嚟講咧，無論佢嘅事業啊同埋地位方面咧，都容易受到提升嘅噃。而且今年裏邊咧，人緣暢旺啦，姻緣暢旺啦，亦都有利合作嘅。如果今年嚟講見到一啲好嘅合作機會啦，不妨可以去簽約啦。見到一啲心儀嘅異性，亦都可以去追求佢嘅。甚至乎你話本身已經有伴侶啦，今年嚟講咧都係可以去到求婚嘅，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啦。今年嚟講咧，容易會有啲虛無縹緲嘅情況。雖然有人提攜你啦，但係嗰件事你要小心啲，因為裏邊咧可能咧會有一啲欺詐欺瞞嘅成分，可能係啲騙案嚟嘅。咁樣嘢大家小心啲。咁啊，其次仲有一個叫做家宅不寧。所謂家宅不寧咧，如果喺古代嚟講咧，就係當然唔係件好事啦。現代嚟講緊搬屋都係嘅，所以你如果話你搬到屋啊，咁其實都係件好事嘅。搬屋轉工都係可以嘅。咁啊，另外就要小心女人啦，因為今年裏邊咧容易有啲小人係女人嚟嘅噃，咁啊仲有啦一樣嘢啦，小心一啲暗病嘅復發啦，呢一樣嘢就要特別小心。但係有件好事啦，記住啦，今年係容易得到咧男性貴人嘅扶持嘅噃。嗱，今年咧屬猴嘅朋友仔，因為有驛馬嘅關係喎，今年咧佢哋會比較多啲走動啊、旅行啊，甚至乎咧工作環境啊或者搬屋咧都會有嘅情況發生嘅。咁其次咧仲係有一個叫做咧小心啲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時候，因為今年係出現一啲咧容易探病問喪嘅情況出現嘅。嗱，建議大家咧今年咧如果你話就算佢個工作上啊，佢唔想去轉工，或者咧佢唔想搬屋嘅話，其實可以去多啲旅行啊，或者去一啲公幹咧，其實都可以咧叫應咗件事嘅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如果咧屋企裏邊咧有啲老人家，我哋都要多去到陪佢哋啦，因為我哋希望咧叫做珍惜下眼前人啊嘛。好好地咁陪一陪屋企人啦，咁今年咧基本順住過，問題都唔大嘅。嗱，嚟到咧2026年咧屬雞嘅朋友仔咧，今年幾好嘅噃，因為佢有一個太月貴人啦，有太陰啦，同埋有一個紅鸞星嘅。嗱，今年嚟講咧特別容易得到貴人嘅幫助，尤其是女性嘅貴人啦。而且咧佢有紅鸞對姻緣嚟講咧，亦都係有好處嘅。單身嘅容易咧揾到另一半啦，而且咧可能係拍緊拖嘅，亦都今年咧有結婚嘅機會，結咗婚亦都可以生細路仔㗎。咁啊，其次啦，因為咧佢有勾陳貫索，勾陳貫索咧講緊咧做事情咧比較難以推進嘅，係會比較咧可能困難重重啦，同埋咧好多時反反覆覆都難以督到一個叫做向前嘅情況出現。今年特別要注意嘅係容易因為咧一啲其他人嘅情況咧，令到你會惹上一啲口舌啊、是非啊，甚至乎官非嘅問題。不過因為啦講過啦，你有天月貴人啦，同埋咧個太陰嘅出現嘅時候咧，好多時都會有一啲人去幫助你。另外咧，可以令到你逢凶化吉、迎刃而解嘅，咁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咯噃。嗱，嚟到咧2026年啦，我哋今日講下屬狗嘅朋友仔喎。屬狗嘅朋友仔咧，佢有地解啦、三台啦、華蓋嘅。嗱，講緊咧係講緊今年容易有啲地位嘅提升啦，有問題咧亦都容易解決嘅，而且咧今年嚟講佢嘅才華啦、佢嘅藝術嘅成分咧，亦都容易發揮嘅。不過要小心啲啦，佢有五鬼啦，有官符咧，有披頭，講緊係容易咧出現一啲小人嘅情況出現啦，亦都容易有啲官非啦。來自上級嘅壓力啦，加上佢今年嚟講咧，精神咧會比較恍惚少少嘅。嗱，今年嚟講咧，容易咧有一啲晉升啦，得到人哋提攜嘅機會嘅。咁但係亦都因為容易咁樣樣咧，得罪到一啲小人，俾人哋針鋒相對個噃。嗱，其次啦，提議大家咧，今年嚟講咧，千祈唔好飲醉酒行夜路，如果唔係容易有啲 V 嗡嗡嘅情況出現嘅。平時打扮建議你啦，儀容咧就整潔少少，精神啲望落去，咁啲運就行得好啲啦。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咧去尋找自己嘅宗教，咁樣咧就無往而不利噶啦。
嗱，屬豬嘅朋友仔，今年喺2026年咧都唔錯嘅。今年咧有玉貴啦，有月德啦，呢兩個咧係講緊男女貴人嘅，有男女貴人星去幫助，其實會好好噶，家宅亦都會安寧。不過要小心啦，今年嚟講咧有小耗劫煞咧同埋死符，講緊咧係會有啲小破財嘅情況出現啦，有一啲咧飛來橫禍嘅情況出現，同埋咧身體健康要特別注意啦。嗱，因為有兩粒嘅貴人星去照住咧，其實都係行緊好運嘅，容易受到呢啲提攜同埋賞識嘅。咁但係都要注意咧，今年一啲健康嘅情況，今年亦都不適宜投資，千祈唔好投資啦。同埋千祈唔好玩一啲高風險嘅玩意，係啦，咁啊會比較好啲啦，因為會容易受傷噶。嗱，只要今年嚟講咧順住行，基本上咧都會好好運嘅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嗱，2026年咧嚟到丙午年啦，屬鼠嘅朋友恭喜你啊！嗱，今年嚟講咧，因為佢有唐符啦，容易喺工作上面有啲地位啊同埋權力方面嘅提升嘅。二嚟佢有天廚，天廚咧講緊一啲享福啊、口福嘅情況，而且亦都相對地咧生活上會比較穩定少少噶。不過亦都有啲凶星出現嘅，例如咩啦、歲破啦、欄杆啦、災煞啦同埋天哭嘅，千祈唔好咧去做一啲投資，尤其是咧容易相信人啊，然後擺錢落去，基本上就容易損手兼爛腳噶啦。咁啊，工作方面、地位方面咧係會有所提升，不過亦都因為咧呢個地位嘅提升咧、權力嘅提升咧，令你帶來一啲壓力嘅。我哋叫難關易過，每樣嘢都過得到，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。喺動盪之中咧，亦都相對地穩定嘅。咁啊，賺錢啊或者成功咗之後咧，我建議你都可以請下人食飯啦。正所謂機比打人牙較軟啊嘛。2026年丙午年啊，屬牛嘅朋友恭喜你啦！嗱，今年嚟講咧，有國印龍德紫微，今年嚟講容易得到一啲貴人嘅幫助啦，同埋咧容易有啲唔開心啊或者麻煩嘅都可以化解到噶噃。不過有樣嘢要小心啦，因為咧今年有暴敗啦、天厄啦、六害同埋歲煞嘅。如果你今年咧去做嘢，我建議你可以積極去進取，但係要小心啲啦，容易因為咧勝利沖昏頭腦，但係亦都會容易有啲突發而來嘅意外嘅噃。呢個時候小人就會揾機會嚟搞你噶啦，搞得唔好嘅話，是非有機會變成個官非嘅噃。嗱，2026年咧丙午年啦，屬虎嘅朋友咧要特別小心咯，因為今年裏邊咧有地煞啦、白虎啦、天同啦、大煞啦、飛廉啦、子背。咁講緊嘅係咩咧？今年嚟講咧特別容易咧出現啲意外啦、手術啦、身體嘅問題、慢性病，亦都容易去復發嘅，而且咧容易有小人嘅加害。建議你咧今年嚟講咧就遠離一啲咧叫做高危嘅地區啦、高危嘅活動就盡量唔好玩啦。但係你可以透過咧洗牙啦、捐血啦，甚至乎做一啲身體檢查咧，都可以幫你化解到嘅。行事方面咧，建議你啦極為低調，多做嘢就少説話，同埋咧唔好同上司咧產生個衝突嘅。嗱，文件處理方面咧特別小心，因為咧好容易咧有啲法律嘅問題嘅。屋企方面亦都要小心啦，有冇啲安全隱患呢？嗱，建議大家咧做多啲善事啦，正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啊嘛。嗱，2026年丙午年屬兔嘅朋友咧，咁就恭喜你啦！今年嚟講咧，確實都唔錯喎。今年裏邊咧有天德啦、天喜啦、福德啦同埋福星嘅，咁講緊容易得到一啲貴人嘅扶持啦，容易逢凶化吉，容易咧去出席一啲紅事啦、喜事咁樣嘅。今年嚟講亦都特別有福氣嘅。至於咧要小心方面咧，有啲捲舌啦、絞殺啦、咸池啦、桃花連殺嘅。嗱，今年係的確容易得到貴人嘅賞識嘅，建議你啦多啲出席一啲啦紅事啦，或者啲喜慶嘅場合啦、應酬嘅聚會嘅，好好咁樣利用你今年嘅人緣，但係唔可以高調。其次就要小心啦，同異性之間咧保持住邊界感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因為咧費事閒言閒語啊嘛。嗱，2026年丙午年啦，屬龍嘅朋友咧要注意噃。今年嚟講咧，千祈唔好玩水，而且今年咧特別容易受傷啊！注意咧，來自於動物啦，或者一啲利器嘅所傷嘅。咁啊，另外啦，今年嚟講咧，亦都有啲探病問喪嘅情況出現，亦都要小心啲咧，身邊嘅女性咧可能會帶來一啲麻煩噶。嗱，做事每步都要小心啲，最終咧亦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噃。嗱，最好咧就係咩咧？有個好事嘅就係講緊咧，今年因為咧可以有一個轉危為機嘅機會，從而得到人嘅賞識噶。嗱，嚟到2026年丙午年屬蛇嘅朋友仔，恭喜你喎！嗱，今年嚟講咧，有個六分啦、文昌、病符、蜜月、的煞、破碎、亡神同埋天官符。今年喺工作上嚟講咧，係會大有進展嘅，亦都有利名氣。
亦都更加有利一個咧從事咧創作行業嘅人嘅。嗱，今年裏邊咧有兩個層面要注意，第一樣嘢要小心啲身體，容易有啲老毛病咧再出現嘅噃。第二樣嘢咧就要好好咁調整心態啦，因為今年裏邊咧有好多瑣碎嘅事情咧，從而令到你心煩氣躁，容易產生矛盾，甚至乎衝突㗎。嗱，總括嚟講咧，今年咧係一個咧攻守兼備嘅年份嚟嘅，咁就可以萬無一失啦。